大家好，我就係今次嘅旁白啦。呢一個故事係講述一個對發明充滿咗熱誠嘅天才，即係我點樣由細做起嘅奮鬥故事。老細，早晨。早晨，嚟，我同你介紹呢個我最新請翻嚟嘅產品測試員，即係白老鼠啦。佢叫 Microphone， 呢個 Animal。哎呀，老闆講清楚少少啦。我叫做 Annie，不過咁巧係姓毛咁解啫嚇。老細啊，呢個白老鼠得唔得㗎？哎呀，話明係白老鼠，最多咪死。我對佢好有信心㗎。老闆，冇問題嘅，我一定會做好呢份工嘅。嗱，呢一張按摩椅咧，就係我哋公司最重要嘅希望。佢個全名叫做少林按摩椅，力度咧就等於18個少林武僧合力用氣功按摩，能夠令到客人打通任督二脈，美肌醒神，能醫百病。唔怕老實同你講啊，其實我哋已經揾好多人試過，但係佢哋全部都係打洞行入嚟，打橫行翻出去嘅。先前都已經有10隻好似你咁嘅白老鼠嚟過，不過佢哋全部都係因為頂唔順，好似俾18個武僧亂打而壯烈犧牲晒。我希望你今次能夠完成我哋呢一個產品測試，因為只要呢個產品測試真係完成到嘅話，我哋公司就可以賺到盆滿缽滿，然之後我哋公司會上市，跟住我哋淨係收股息都有排數啊！正，你一定要話俾老細知，我哋呢次發緊啦！老細，經過我同埋 Annie 咁多日嚟不眠不休嘅努力，終於研究出少林按摩椅嘅終極設定，就連 Annie 嘅內分泌失調都醫好埋添。呢啲嘢唔可以立亂同人講㗎。點都好啦，老細，今次咧我哋終於可以大量生產啦！哈哈 Bravo！ 我終於可以見到公司有呢一日啦。但係問題就係今次好有問題。雖然我承認呢一張少林按摩椅今次一定可以大賣，但係公司所有嘅資金都碌死晒喺其他地方，根本就唔夠錢去生產咁多貨啊！好簡單啫，老細，我哋問銀行借錢，咪可以解決晒你嗰啲問題咯。Good girl，Animal， 咁今次咧就交喺你手上。Microphone，話晒你都係細啊，今次咧你係跟埋 Animal 去啦。係嘅，老細，我呢個做細嘅一定不負你所託嘅。點啊？借唔借到錢啊？唉，老細，你睇我哋個樣就知道答案啦。相信連家庭嘅觀眾都睇得出，我哋係借唔到嘅。點解會咁嘅？老細，相信都一言難盡，不如就等我案件重演你睇法啦。你好啊，銀行先生、財務先生，我係代表我哋公司咧嚟問你哋借錢㗎，我哋真係好需要呢筆錢㗎，求下你幫幫忙啊！我哋都明白嘅。咁你有冇任何你公司方面嘅資料咧？例如係最近1年嘅財務報表。冇。最近6個月3間主要銀行嘅月結單。冇。董事嘅資料。冇。公司嘅稅單。冇。又或者係你任何個人嘅資料咧？稅單、糧單，又或者係出糧嘅紅簿仔等等嘅入息證明。咪住，你頭先所講嘅嘢我都唔可以一時三刻完全準備晒㗎噃。嚟啊！我哋今次真係好急住等呢一筆錢去生產我哋嘅產品㗎。我求下你啊！我哋有嘅誠意啊！我哋都明白你哋係非常之有誠意，之但係我哋申請複核審批嘅程序都需要一定嘅時間。不如咁啦，你哋想申請特快貸款係咪？係啊係啊，冇問題。政府有依度，我哋都有私道。咩叫私道咧？
只要你係任何一款嘅專業人士，例如係核數師、會計師、藥劑師、土木工程師、物理治療師、大律師又或者係事務律師等等，任何一款專業人士，我哋都可以幫佢申請特快貸款。咁我玩舞獅算唔算嘅咧？唔緊要啦，我哋仲有另外一啲嘅貸款方案嘅，可以以你嘅月薪倍數咁樣貸款俾你。咁要借成100倍先夠？咁樣真係唔好意思啦，麻煩你攞齊我哋嘅條款細則，翻去同你老闆商量一下，然之後再準備好各類嘅文件，再考慮下會唔會翻嚟同我哋申請貸款啊？咁即係點啊？喂，咁即係點啊？喂，喂，仲行？咁即係點啊？我哋保證未必借到俾你。咁唔係辦法噶喎，冇理由睇住公司明明有呢一個咁好嘅商機，都唔發展落去㗎。啊，老細，我諗到啦，呢期康業信貸快遞有一個非常之正嘅動畫廣告，咁啱佢哋又喺我哋公司樓下，不如我哋落去試試咧。咦，有冇咁啱啊？就係呢個廣告啦！哇！咁多卡數搭埋身攞命咩？淨係用物業貸款議案，卡數一級就清晒，又有麻煩喎。想搞空檔生意啊嘛，淨係用物業貸款一案，家有後事多都可以變超市，定咩？有樓揾康業，樓按周轉新一頁。哇！呢次有希望啦！呢次盡地一鋪，我要親自帶隊。Yes sir。其實香港好多中小企公司一旦面對生意上面需要資金周轉或者擴充業務嘅情況，往往只會選擇傳統嘅途徑，但係佢哋又未能提供有盈利嘅財務報表或者入息證明，因此而錯失咗好大嘅機會。但只要你係業主，就有多一個貸款途徑可以選擇啦。喺康業信貸快遞做物業貸款，只要你係業主，擁有物業，例如私人樓、工廠、寫字樓、鋪位、村屋或者車位等，都可以做物業貸款。而我哋又會提供物業嘅1案、2案同埋居屋業主私人貸款服務。業主係無需提供入息證明同埋財務報表。咁好，咁啲手續麻唔麻煩㗎？唔使擔心，其實業主可先透過電話或者喺網上邊留低物業嘅簡單資料，例如物業嘅地址、面積、有冇契喺手，或者係咪供緊樓嘅資料。我哋審批部嘅同事會為物業作出初步嘅審批。當審批完成後，客戶服務部嘅同事會通知業主有關貸款同埋每月還款額等嘅資料。整個過程快到15分鐘就完成。如果客戶有興趣嘅話，可以向我哋提出貸款嘅申請。而康業最快喺24小時批出整批貸款俾業主。24小時？咁快？因為康業信貸快遞將資源集中喺物業貸款方面，物業估值數據十分完善，而且同律師樓有好嘅聯繫網絡。申請人只需帶同樓契或者供款單、差餉單同管理費單，親身上嚟康業信貸快遞辦理申請手續，經過律師查核、土地查冊或者相關嘅物業資料。如果確定冇問題，一般嚟講就可以24小時過數㗎啦。太好啦，冇問題，我有廠房可以做抵押㗎。只不過咧，收唔收手續費㗎？例如估價費啊、律師費等等。放心啦，喺康業信貸快遞做物業貸款係唔需要任何手續費、律師費同埋估價費㗎，全部明碼實價清楚列明就更方便預算啦。實在太好啦，老闆，我哋今次真係我都知道你哋好等呢筆錢用，不如我哋而家開始搞手續咯。好啊！唔該晒你啊！多謝晒，唔該晒。最後，我哋終於都可以將我哋嘅新產品成功推銷到世界各地，而且我唔使再做白老鼠啦，因為我已經榮升做公司嘅首席發明家。如果想知道多啲關於康業信貸快遞嘅資料，可以致電21102110或者瀏覽網址 www.connew.com。再見。